欢迎收看《代志挂大条》，我是杨淑晴。这礼拜则回来关心转型正义的议题。中正纪念堂要安怎转型？伫前总统陈水扁执政的时阵，就开始讨论，到今也未正式推动。不过最近有一寡真特别的展览伫遮展出，包括前总统蒋中正批示对政治犯加重判决的文件档案，唔知敢会使算讲是伫即个所在反省维权的开端。一张的政治案件批示是蒋中正执政时代违宪要求加强政治犯司法判决的案件。应用阶段性转型措施，中正纪念堂邀请政治大学台湾史研究所的教授司法官，规划前总统蒋中正参台湾日展，展出各项外交、社会经济、文化教育，也个有党国主义的政治发展。白色恐怖时代足侪这演假错案，但是有一个最重要就是讲，这代志国民党高层不是不知道，总统府临时行政改革委员会伫1958年成立，成立后就有一个报告，给蒋中正总统，甲说明讲台湾的人权面对什么款的问题。伫戒严参动员戡乱时期，捌有人提出人权改革建议，但并无落实。终其尾，当时的台湾毋是民主国家。济蒋中正授权加重判决的文件，也是头摆伫中正纪念堂展出。促转会过去针对，比方说蒋介石怎么介入改判，3000多件的案件，6成以上是重刑，那他怎么去集党政军特权力于一身，甚至去介入大法官的这个会议有，像这样的调查研究，促转会持续在做。叶凤玲表示，过去有济学术研究，即阵开放社会同齐讨论，以及相关法制的完备甲修正建议，望各界做伙合作，处理转型正义这个重要毋过真恶解的议题。记者杨淑晴、曾海文台北报道。准来当重新登去到判决的迄一天，政治受难者的人生敢会就此无同？政治受难者陈武定本身也是艺术家。伊所创作的隆重40件呈现国家机器迫害人权的艺术品，即阵就伫中正纪念堂展出。官方也肯定，这是空间改严的一大步，未来规划典藏甲永久展示。我的天空只有铁窗的大小。讲家己20岁，因为叛乱罪入狱，不见天日的心声。一个坎坷的面容顶头，大奖介绍，亲手写的请决考验批示，被控诉对维权政权的不公不义。政治受难者陈武定这场好做登去判决的迄一日艺术展，即阵就伫咧中正纪念堂展示。较想袂到讲我的作品会摕来遮展览，但是这是文化部长。伊的艺术真意外，真有艺术，因为这是一个我需要家己抗议的所在，我用我的抗议的作品来遮抗议。用陶水师傅咧用的抹刀，大力甲对当权者做插心虚，压迫人心和肉体的不满抹出来。陈武定讲，伊关2年出来了后，受政治单位监控数十年，到1992年刑罚100条废除以后，才通安心发挥伊对儿童美术的热爱。等30多档，刑罚100条废除了。迄个时阵，党外运动以后，迄个社会气氛。拢互我感觉，我会使开始制作我想要制作的美术品。即天的展览区是不然闹热，有促转会邀请的小学生，也阁有台语的母语团和政治受难者的前辈，拢来看展。这是台湾历史，台湾当然毋是讲台语的人，所以所有的人，我拢希望大家会使用家己的母语去了解家己土地发生的代志。我在狱中生活的这些不人道的待遇，那这些内容就是说。这个有史以来第一次进入这个堂体里面来展出，那我们觉得有它相当的意义。中正纪念堂管理处也肯定这场展览是空间改严、转型正义的一大步，所落来会规划典藏甲永久展示。记者阿明金、夏桂林台北报道。除了办伫中正纪念堂的展览，最近阁有一项甲白色恐怖相关的艺术展出。规划真侪政治犯的新店加价，也阁有真顺叛乱犯的安康接台式，生做啥款，气氛如何？连名甲沈朝阳伫台湾艺术大学
用摄影作品甲装置艺术，希望参观的民众免亲身去到家角，得当感受当时的气氛。当时在安康接待室里面，其实它是有2栋的建筑呢，盖在一个山坡上。那上面这里是一个侦讯的地方，然后下头是一个关押的这个牢房。所以在这2栋建筑的中间，其实它挖了一个地道。透过展览现场的请假甲空间配置，参点影作品做结合，新店军人家角甲安康接待室2大不以为耻的影像呈现伫展览的现场。特别也让这个墙面本身或墙面里面的这个痕迹，然后能够呈现在目前这个空间的墙面上。那除此之外呢，我刚刚讲了，我们也利用现有的这个空间的一些铁件或者是这种粗的铁网，那有可能透过这样的一个铁网的这个现成的这样的一个物件呢，能够形成对于作品的这种不同的这种观赏的这种经验。摄影家沈昭良透过这款设计，让观众会使以无同的方式来看摄影作品。嘛，因为这是开放式的展览区，民众会使真容易就看到这的作品，入版人权议题，然后让一些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主动或相关的机缘，能够接触到相关议题的更多的人。共同的历史里面，我们能够透过这样的平台，能够有一些更开放而且更具公众性的这样的一个展示跟对话的可能。这件作品当咧台湾艺术大学大台北当代双年展展出，展览期间到12月底。沈昭良讲，过去这款人权议题，拢伫相关的博物馆展出，即马透过这种开放的展览，望会使促进讨论，找到另外一种进步的方式。记者郭俊长随新闻报道。你看完展览，那会去想说，既然这人有这款的代志，咱是不是还适合你再走到铜像大厅，看到仪队在那里交接卫兵，然后看到他还被那个红龙拉起来，保护得很好的坐在那里。欢迎回来，代志挂大条。中正纪念堂经过违反统治、政治开放到民主转型，即阵蒋介石的当上签刷嘛受到真侪讨论。今仔的来宾是促选会代理主委叶虹灵，来甲咱讨论转型正义这个议题。主委欢迎。你好，大家好。咱讲到中正纪念堂伫2007年其实捌改名，改做台湾民主纪念馆，但是2年的时间就搁改转来。咱想要先讲看嘛，这个中正纪念堂伊的问题出伫倒？其实，这个中正纪念堂伊上大的问题，就是讲全世界的民主国家无像台湾，咱已经民主转型这么久，毋过搁伫首都的市中心，用这么大的规模跟这种单一崇拜的方式，去纪念一个前威权统治时期的独裁者，所以足侪白色恐怖、日拜的家属、受难者，一直有这个声音，就是咧讲，他们的父亲、因的阿公，可能去互蒋介石判决，去互杀死。毋过，因为台湾的转型正义推动不是很彻底，那像这样子的威权象征还存在的时候，他们每次看到这样的铜像，这样的一个还存在在那里，对他们因讲是一款凌敌啦，是一种凌迟。所以就是说，受难者的声音、家属的期待，加上说，咱台湾已经民主化这么久，是安怎这个物件，咱社会上一直没有办法好好的去思考说，为什么台湾已经民主化这么久，在首都的市中心还要用25公顷这么大的规模来纪念一个有独裁统治历史的前总统？那这个是我想民主化以来在讲转型正义的时候，各界到现在我们还在争议的一个议题。除了咱这个受难者家庭以外，有关心这个议题的人以外，咱全台湾其实大部分对蒋介石伊迄当时做的代志，敢有偌济真办？这个部分，因为咱过去这个教育然后就是说对历史的这个研究档案，其实都是民主化之后才慢慢出土所以咱伫这个改革的时期，大概对前总统的了解就是讲伟人嘛，民族救星嘛但是民主化之后，比如讲228行政院后来有调查的研究出来，那过去的228基金会认为他是要为整个228事件负最重要责任的一个统治者。比如讲，咱过去里白色恐怖的时代，咱有700千件的白色恐怖的政治案件，但是过去大家都觉得是不是军法官那个军法官在做判决，直到最近的研究才发现，其实蒋介石在整个军事审判白色恐怖案件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他介入过3000多件的判决，然后他改判的案件超过60%都是重刑，然后好几百件死刑，本来初审没有判死刑，到了他的笔下，这个被改判的这个结果好几百件，像这样子的这种档案的调查研究成果慢慢出土，才有可能去扭转过去大家对伟人神话的那种崇拜。他过去在威权统治时期，即使是大法官会议在讨论的时候，甚至还有大法官会说：“啊，你总裁手令有查来不？”就是说，就该就以3连任，然后去用国家安全之名，台湾戒严这么长的时间哦，然后他去集党政军的大权于一身，然后去破坏整个像我刚刚讲介入司法的体制，然后军审的体制，这种对台湾的民主宪政造成的长远的影响哦，过去没有被完整的揭露，所以咱社会大众就这不清楚嘛，就想讲咱过去的代志啊，过去就过去啊，讲这要创啥所以拢无了解到讲其实还有足侪受难者家属还是生活在我们的周遭，我们比较没有去忽略这样的声音，然后所以这个部分也是我们要积极努力去让历史持续被揭露的。像主委讲到，咱蒋介石伊介入咱这个政治犯家当判决的文件，其实即阵嘛有伫咱中正纪念堂展出，中正纪念堂伊嘛有受难者的艺术展，像即种较无共款的展览，伊敢有代表什么意义？过去中正纪念堂的管理处的组织法也开宗明义的是要去纪念、典藏、弘扬先总统蒋公的事迹，这些咱的法律哦，就是立法院通过的法律。那但是就是说，所以在过去相关的展览是以他事迹为主嘛，个人的工业嘛，然后他一些文物。那但是最近开始推展转型正义之后，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咱那个北西恐怖的政治犯被他那个判决的政治犯出狱之后画的这种白色恐怖的受难的这个油画，现在在中正纪念堂展出。然后从历史档案上去揭露他这个破坏宪政的这些档案，现在也开始在中正纪念堂展出。那这个都是过去比较没有办法做到的。那现在这个重点就是说，希望透过这样的展示，持续的去让社会去思考说，你看完展览，那会去想说，既然这人有这款的代志，咱是不是还适合你再走到铜像大厅，看到仪队在那里交接卫兵，然后看到他还被那个红龙拉起来，保护得很好的坐在那里，那我们社会是不是还适合用这种方式去纪念他？所以我觉得展览它是一个会持续用比较软性的手法促进大家思考这个问题的一个方式。但是对于中正纪念堂的转型当上要煞唔煞，其实有足侪款无同意见，咱出转回面来整理这个声音。对，就是讲这个代志应该讨论2-3档啊，按这个民主化以来那个改严以来，就这样在讲所以咱迄个文化部近前嘛有推出这个全国的民主审议公民有这个意见针对中正纪念堂要它转型，铜像要它处理，提出过10几种版本咱已经行到2021年，所以咱想讲爱在推进这个讨论，我们去收集跟受难者、跟家属还有民间团体对话的声音之后，我们提出铜像应该要移除的这个建议的这个原则那可是这个原则提出之后，我们也看到做者无共的声音，比如讲有的人讲，你无一定要刷走你好保留伫遐咱来做展览、做教育。2007年扁总统的时阵嘛做过这款代志，大家若去迄个搜寻新闻的看到讲，其实扁总统迄阵伊的展览是伫铜像大厅伊迄阵把仪队撤掉，然后在铜像大厅进行的展览呢是。甚至把一些象征自由的风筝去挂在蒋介石那个铜像的周遭，所以你整个大厅变得很，我们说解除威权性格，看起来很活泼。不过迄个展览的问题就是讲3个月一到，迄个展览的标约到期就撤除了。撤除之后，后来就是马英九总统当选嘛，所以仪队又恢复进驻，然后整个铜像的那个红龙又拉起来，又恢复那种单一崇拜的那个视角。所以我们之前会提出说。你若要甲留落来，做展览、做教育，安尼这应该唔通等，唔通像政府采购安尼3个月半当，展览一到期又恢复原状。时间内又好长。时间又好长，你就是要永久性的去解除伊的威权性格，所以就这人提出就这方案，所以促转会提出说移除铜像作为建议之后呢，我们还是持续在开座谈、开工作坊。那这个就是我们提出一个原则，希望达成的效果，就是讲你。总是爱做的立场，以促转会的立场，以阮就是讲收集受难者的声音，
铜像移除当然是唯一的方案。周万尧老师说没有其他的可能哦，就是这个方案。但是提出之后，如果大家持续讨论、收集意见，然后经历起来啊，每年跟被搞好行政院的报告，还是可以把这些可能性来做评估。对，但是就是说，至少你要抛出一个让大家去想象，然后去思考。处长会为什么要这样提？所以就专会定义是打出一个方向，啊，大家来讨论。你这个议题不会前进，永远就是在各说各话、合各言而至的阶段。咱也有其他足侪转型正义案件来讨论。讨论转型正义的时阵，咱就爱调真侪资料，还是讲咱会访谈一寡线民。伫这过程中，诸位敢有拄到什么较特别的经验？因为过去大家拢讲，唔知影加害者生做啥物形，啊是毋是拢死去啊？哦，这是足侪外界误解。根据我的调查，不是安尼，跟780年代比较晚期的，不管是受害者或者是体制的参与者，其实还有很多其实还活着嘛。我们去调查的过程中，其实不只是县民，我们也去调查，比如说军法官，比如说情治人员，我们想要去了解讲这么庞大的体制，细则当是怎么运转的？它不会只有2蒋父子嘛？那个体制就庞大的，啊，去这。还进敌番去这个死刑啊，然后红关的这款咱讲军事审判好啊，白色恐怖的案件。不过嘛有另外一块是讲情治机关日常对社会监控、校园部件做侪，咱讲要北的学生啊、线民安尼，所以咱两个系统，阮拢有去做调查。其实有一个让我们也出乎意料，就是说，其实大部分的人啊，他们接收到调查通知都会来，很配合。我就好奇，你打电话因会要来哦。阮进前一开始嘛是想讲啊，阮这调查通知书发过去，然后会不会都是装死这样？因为是行政调查，那个强制力没有那么高。因家己嘛知影，可能是要调查什么代志。婆婆拢知影要问什么代志，因为阮爱写明嘛，就是你行政机关依法调查，你就得讲通知书来讲。我们基于什么法源，要做什么的调查啊？请你来协助哦，因是证人呐，我们是被告，咱是要还原迄个体制运作的样态啊。所以咱甲问问题的时阵，其实所有人就是拢会来啊。不过因普遍啊，就是照我们目前为止的个案，几乎都是会比较对自己负责的个案会比较模糊跟回避这样。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在那个体系里面，你可以看到不同的部门的人，他们都有一点点像是在把我们讲责任往外推好了，比如说军法官，他可能就会说啊，我有什么办法？检察官都起诉了啊，我只能判啊。那检察官可能就会说，那我有什么办法？这个情治机关案件送进来，我起诉率非常的高哦。你若要了解体制的运作，听安尼讲哦，咱试图把那个环节拼图补起来。但是你整个听完，你就会发现。敢若小可怪怪，问题出嚟讲，拢无人家己。嘿，家己无问题。依法你迄阵的公务员啊，无就是说，他说除非辞职啊，咱白色恐怖到晚期就只迄种老兵、外省底层外省人个人案件，咱到民国60几年晚期70几年，很多案都是那种底层的外省老农民、军人。回不了大陆嘛，发牢骚嘛，常常被检举。可是像这种看起来，我们现在看起来很轻微的，你说什么这个涂鸦、发牢骚，言论自由层次的，在当时这些军法官可能都用叛乱罪去判，参加叛乱组织，甚至有到惩治叛乱条例的，就是讲查就这啊，那两个问讲啊。现在又不是1950年代后两岸就肃杀，民国68年免历岛事件都已经过了，然后社会慢慢开放，你喜欢那判的时阵，就是每个人都跟你说啊，法律就这样规定啊，那你再问他说没有哦，可是根据我们把所有的判决资料调出来看，法官还是可以去变更起诉的法条啊、量刑这些，然后他们都会对这种个人的裁量，他们都会自己把它限缩到最小，这样，大部分我们都会问这个问题。社会这么多白孔的受害者，你安怎看那个加害嫁接的问题？因为就敏感诶，他会讲，那怎么能说我们其实也没有说影射，没有直接这样问，是恭喜你，就是讲你要怎看？有这么多受害者，那有没有加害者？那有的话是谁？目前为止我得到所有的答案都不是个人，他们讲的都是法律，不然是制度的问题，法律的问题。规个政府的问题，都是政府的问题，就是讲你结构跟这个行动者之间，因所有的答案不管你是什么情治人员，是军法官，还是线民，
每一个人讲的拢是迄个体制的问题，体制的问题是啥物意思？就是无人爱负责嘛。足侪人想讲，哦，加害人拢无出来甲受难者回息嘞，拢无道歉，爱叫人出来面对。我遇到这种期待，我都会跟他说，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今天他出来，那讲的不是我们期待的那个版本的时候，可能第二届伤害。对啊，会不会让人家觉得，就是说受害者会不会觉得离那个他的期待更远？这样，那所以如果要做这种对话，你一定要很多前置作业。不过我们再回来说，就是我们可以理解，就是说这些体制的参与者，他可能就是说不太可能一次就面对自己的错误。那所以我们要持续的去把这样子的故事，这样子的体制的造成的影响，受害者的状况，其实要持续的推出来，让大家知道。所以像讲咱遮尔济诶代志爱做，因为像你讲的，咱的访谈嘛，可能嘛是拢爱豆豆来，这无法度去赶紧咧，爱豆豆去甲因谈心好啊，讲话安尼。尤其你嘛有分享到，其实迄资料毋是讲几笔，是几百万笔安尼。嘛有做这样就关心咱即个促转会的进度啦。所以像咱一般民众啦，对于转型正义这件代志，咱敢有法度做啥物？就是讲传播这个故事嘛，这款的记忆爱持续流传跟活化，因为。我们最近也是在做其他的访谈，然后就发现一般的民众，就是说每个人问他说啊，你觉得挖掘真相重不重要啊？这加害者跟受害者怎么样重不重要？很多人他第一时间的反应都是说，这不是他们不是都已经过世了吗？说不只是受害者，他说加害者不是都有过世了吗？我常常讲转型正义其实一句话来讲，它就是我们怎么面对同胞遭受的伤害。我们要怎么面对的这个问题？当你今天知道说，我邻居的阿嬷，他的老师其实就是白色恐怖的可能受害者，甚至有可能是加害体制的人的时候，那个有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一般民众的话，现在我们很多资源嘛，促转会的资料库、人权馆、各种访谈纪录片，其实我们就是去协助让这样的故事要继续流传下去，然后去那个流传，它也不是讲故事而已，我觉得它是对我们很注意生活的一些反省。比如说，我们讲很多白色恐怖，军法官，也有人认为说军法官拢帮凶，拢就感觉糟糕，拢下骹手人，我拢听伊的话咧做代志。不过咱正甲审判的资料，几万笔 coding 之后，发现其实就这军法官，伊伫迄个时阵伊敢甲蒋介石唱反调，就感觉叫伊安怎判？这些人你来无判较重的，不满意的判决发回，伊竟然无听伊的，搁维持原判，搁送去哩，安尼来来回回几10遍，像安尼的军法官不积极嘞。所以像咱安尼的故事就是讲，即使是在威权体制里面，还是有这样子不会服从上意的人。所以促转会除了咱足侪资料当咧拍拼，嘛甲大众对话以外，咱敢有设定讲促转会退场的目标是啥物？退场的目标就是讲，咱本来促转条例就是爱阮去做一个完整的规划嘛，转型这政府全方面要来做的时阵，要让他做所以阮进入咧上根本的、上重要的是我刚刚讲法治，法治才能让一个事情长长久久不会这样子随便这个因人设事所以我们以我们过去3年多来执行的经验那来规划，就是说促转会任期结束之后，比方说档案征集、调查、开放该怎么做？维权象征过去可能会遇到这个机关不同调的问题嘛，对不对？然后地方政府配合度也不一的问题，那不义遗址也是有机关之间的问题，然后贫富司法不法谁来继续撤销？那这些我们盘点，它大概都会有修法的需要，不管是修法或是跟机关的衔接，要让任务结束之后，这些业务不会中断，不会做3年然后就没了，然后很多贫富还没做完，那要让接手的机关知道该怎么做，然后有法源可以做，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个进度即阵敢有信心，有法度？有啦，我全力来5月进行全力拍拼来完成。是好，所以咱讲到台湾的威权时代，可能发生伫你细汉的时阵，当精彩的人生，也是你还未出世的年代。但是转型正义需要大家做伙来了解。今仔非常感谢洪玲主委，谢谢大家。嘛，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礼拜再会。这阵作品呢，敢若亲像幻想讲，这是一个理想，好亲像第二招内底佫有灵魂。黄土水基台的美丽岛，
就是像日本安尼，有艺术家、有画展、有雕刻家，种种这种的福尔摩沙时代。